還有40多天、50天要到年了，我們收回來那種電車，現在開始慢慢有點穩了啊！而且我發現行情在慢慢的漲，包括這種3代啊、4代啊，在市場上已經幾乎沒有了，沒有幾多台了。所以你們現在要買車的盡快啊！應該買幾多我沒管，我只買29800這個車，買29800。然後呢，這裡面開了一批油車，在哪呢？這個高牌的啊，高牌有一台，帶有無油式正油，還有電子手剎的這個。辦貨的話，他們會6000，女的開比較合適。來，雅閣19年的雅閣可以過第3萬檢測啊，這個車都要8萬多啊。冷凍之前在貴人手的，可能4萬9的產品，買個5萬1。但是如果要喜歡那種的，可以過來看一下這車啊，1.4T的雅閣，來這個也是8萬多點啊。這個是20年的，過不了第3萬檢測。奔馳 A200，這個原版原漆7萬多公里，4萬多點啊。後面還有架21年的大眾寶來80 1.5的。然後還有2架 UNI-V， 今年我們4月份開了8架 UNI-V， 賣了4個月，還剩了5架，現在還剩了2架，從4月份賣到現在。昨天成功開了一架，開了1頭牛啊。然後後面還有一個17年的輪渡，那邊還有個 K3啊，29800包過戶啊。兄弟們，如果你們想買車，還可以聯繫我，大量收野蠻車啊。而家計幾多，我再加你們，兄弟們，下個收。